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以赛亚书第5章11节到17节，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呕吐之物。许多人对圣经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所记载的老底嘉教会之形容有所误解。圣经说到那教会是不冷不热的，当然就饮水的温度而言，不冷不热这种温水是最好的。但是圣经所说的并不是那一种非常爽口的温度，而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涵，就如同在讲到饮酒一样。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他肠胃不好，所以要喝一点点酒来保养身体。但是在另一处的圣经经文，今天的以赛亚书第5章11节到17节，先知却是明白的警告那一些一大早就酗酒喝浓酒的人。以赛亚先知这样的说道：你们要遭殃了，你们一早起来就喝烈酒，整个晚上喝得酩酊大醉，在宴会上你们欣赏竖琴铃鼓，箫笛，消耗大量的酒，却不明白上主的作为，因此你们要被放逐，你们的领袖要饿死，人民要渴死，阴间正张开大口要吞吃他们，把在耶路撒冷作乐的显耀和狂欢的人民一起吞灭，每一个人都要蒙羞辱，骄傲的人要贬为卑微。上主万军的统帅以主持公义彰显自己的伟大，神圣的上帝以审判子民显示自己的神圣。荒废了的城市长满了野草，小羊在那里吃草，小羊也在那里找食料。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这些人是狂欢作乐，却没有心存公义，是上帝所厌恶的人们。回到刚刚说的老底嘉，要真正的了解老底嘉的比喻，需要从地理上面来认识。老底嘉是位于在利库斯河的河谷，在菲拉铁菲的东南方。它的上游有希拉波利城，是个著名的热泉城市。河流因为热泉的地质而成为著名的景色，称为棉堡，就是白色阶梯的一个河谷。另外一边呢，哥罗西是出产冷泉，整个的河流充满了冷泉，它流到了老底嘉。但是同时，希拉波利的热泉泉水也流入了冷泉的溪流。两种不同温度的矿物质以及菌类，因为水温的改变就死掉了，成了不冷不热，又脏又臭的溪水。因此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提到老底嘉教会的基督徒生命就如同那个水一样，令上帝作呕，入口即想要吐出。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可口还是令人作呕的想要吐呢？值得我们细细的思考。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经文这样说道：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们，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那位上帝创造的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
然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悲惨可怜。你贫穷、瞎眼又赤身肉体，所以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好使你富足；又买白袍穿上，好遮盖你那羞耻的裸体；也跟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好使你能够看见。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听吧，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我就要进去，我要和他一起吃饭，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特权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正如我已经得胜，现在跟我父亲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当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成为那个热泉，能够使人舒畅，也因为有特殊的矿物质而生产特殊的眼药，可以帮助人；或者纯粹成为冷泉，可口又有疗效，使人向往。千万不要成为那个不冷又不热，充满死亡矿物质的臭水，令人作呕。诗篇30篇，上主啊，我颂赞你，因为你救了我，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上主，我的上帝啊，我向你求助，你就医治了我，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上主忠实的子民啊，要颂赞上主，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他的怒气转眼消逝，他的恩惠永不休止。夜里眼泪汪汪，朝来喜气洋洋。我安稳自在地说，我永不至于动摇。上主啊，你恩待我，使我稳固，像树立在山上的堡垒。但你躲开不理我的时候，我就惶恐不已。上帝啊，我向你呼求，我恳求你帮助我。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我进到坟墓有什么益处呢？死人能颂赞你吗？他们能够宣扬你的信实吗？上主啊，求你垂听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你使我脱掉悲伤，披上喜乐。所以我不缄默，我要歌唱颂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能够成为令人喜欢、使人得益处的信仰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